真侪所在熊青崩白崩上大雨，来看到这是南投89线立平产业道路，大改变若是上大雨，就会做大水，另外还有崩山崩路的情形，规个溪水拢涨起来，引起到咱看到这个画面，就是走溪反溪的情形，规个土沙甲路拢淹起，车路断做两截。翠华村的村长赶紧调怪手来处理，因为这个情形真严重，即马当日咧修理，按算讲上班到今仔日晚到才会恢复。短短一个月来，在地上少发生3起。崩山走溪的情形，规个部落对外交通嘛酸断甲真严重。土沙水真串流，规片拢是绿果梅啊！小连续2天，方面发威，南投善雨路未停。根据气象局的资料，到24号下晡5点，林爱乡24点钟来落的雨达到58毫米。到89线立行产业道路，因为未堪要大雨，又搁崩去啊！14点5公里的所在，蒙阳部落往翠峦方向，昨早出现水崩山，溪水涨起来，含倒的是路嘛看袂清楚。这条路断去，一声就影响到发祥村、立兴村、甲翠花村3个村对外的交通。14K 那里2条那个也是已经土石流，道路完全中断了，大概几十公尺吧。现场为封锁线禁止通过，村长调机器来要甲路挖通，嘛请驾驶驶路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出去，如果这里不通，我们会往梨山到合欢山，他已经派那个抢修人员上去了，他们是会尽量抢通的。短短1个月，包括这回加上5月底甲6月中，立行产业道路上少已经拄到3起水崩山，对部落的民众来讲实在是足无方便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